港心虽然嘛是一个车祸，这个画面发生伫基隆外木山的产业道路，有一个新疆的人士骑一个3轮的机车向失控，规人全咧害出去，佮变过护栏，机车无人骑，佮沿路一直冲，后壁汽车的驾驶随停落来倒三缸，加在护栏外口有一个平台，毋是放坎，这个桥倒摆人家己爬起来，人无啥要紧。 基隆市外木山二地产业道路路行路段，大家速度拢无紧，要保持安全距离。想袂到头前一台3轮机车向偏向正面偏离车道，直接去弄入护栏。前后满这个新疆骑士规人变过护栏摔落，机车一直等到弄到山壁，才总算停落来。对面后壁汽车驾驶甲乘客翁仔某，随将车插伫路边。 因为是山区道路，因抓准骑士这一个摔，就摔落山坎。加在护栏外口有一个平台，骑士可以当家己爬起来，搬过护栏，摆咧行动的车路。日前面就对翁仔某去倒三缸，早看伊学得摆。多加装辅助轮的话，对它其实你在过弯的时候，其实它会有个离心力，会让你一直车往旁边走，你只能用力的去左转或右转。 对，所以说那个车，你说很难骑吗？真的很难骑。骑水倒手无方便，敢若用一只手骑车。伊讲是打动的时阵出去，加在无其他人受伤，也加在当时伊骑无紧，衫裤拢无破损，骹手也无安怎。敢若机车的骹踏洞啊，去互大石头弄到小块起，落尾伊家己骑车离开。这件意外加在人甲车拢无安怎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